由細到大有哮喘嘅我，睇過無數嘅中西醫，專科西醫講明哮喘係唔會斷尾㗎喇，除咗不停加藥，冇其他嘅方法。亦睇過無數嘅中醫，試過為咗斷尾，連續食3個月中藥，食到肝酵素過高，要馬上停藥，否則肝中毒。哮喘發作真係太辛苦啦，咩秘方偏方我都會去試，只要聽講係名醫，都走去揾佢，甚至連苗肝浸膽都食埋，不停咁食藥噴藥，身體真係越來越差，追個巴士都要噴幾次藥，身體肥腫難分，眼腫鼻塞，晚晚瞓唔到，皮膚又成日有蕁麻疹，痕到癲，痛苦嘅程度無法言語，以為自己嘅人生就咁玩完冇希望啦。2018年因為仔仔腦瘤嘅關係，遇上神勢療法，真係拯救咗我嘅一生。我而家哮喘完全康復啦，仲附帶送我少女嘅皮膚。以前俾人就叫師奶，依家俾人叫靚女。眼神皮膚身形對比已經說明一切。歡迎揾我體驗不一樣嘅人生。